她们都是没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素人。起初只是几个姐妹淘聚在一起唱歌聊天，连她们自己都没想到，现在这个合唱团会成为生命中不能缺少的部分。就是他们整个团队那种感觉，让我觉得说，就像一个大家庭，好姐妹。洗澡也唱，然后炒菜也唱。那我先生就很好奇，就想从来也不听我唱客家歌，那为什么会一直唱？下一周的星期五就跟着我一起进来。能让团员那么投入，幕后功臣是团长黄凤兰。创团5年来，黄凤兰努力带领合唱团朝专业方向迈进。那我就是针对每一个人他的需求、他的弱点，然后我可以去怎么样把他带到整个团，让他变成一团和乐融融的感觉。认真练唱也能很自在，就在快乐的感染力下，不少团员的亲朋好友也来加入。合唱团从一开始的30人增加到90多人的规模。黄凤兰经常带着团员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。我们会参加比赛，不是为了打头名，是为了跟其他的团员呢，大家的互相切磋，让我们自己呢越唱越好。为了让合唱团更上一层楼，黄凤兰大胆突破，运用歌舞剧的方式重新诠释客家传统故事，在美妙的歌舞中，让大家对客家文化耳目一新。如果我们继续努力，大家一起努力的话，那客家的歌曲呢，还是可以搬上国际的舞台上的。踏实地跨出每一步，黄凤兰的努力付出，为的是让客家乐章永不画下休止符。